宇宙禁區再數後邊溫暖先鋒正能量啊！出邊位置呢，仲有飛天龍。佢再後多少呢？喺中檔等位喎，白帽紅衫嗰隻就聖捷勝啊！抽出去大外檔有好中意同埋大白鼻嗰隻就燈火輝煌啊！兜到嚟最後300米到啦，明威喺埋邊佔先咗㗎，中間宇宙禁區追緊佢，再中檔位置聖捷勝呢亦都上緊嚟，埋邊有保德啊！最出呢就係呢隻好中意啊！兜到嚟最後100米，中間呢有呢隻聖捷勝，大外檔係好中意上緊啦，再喺入邊仲有保德啊！最後50米聖捷勝呢咁啊可以都好有機會贏出頭場㗎啦，第2名呢有保德啦，咁啊同埋呢隻呢外邊嘅好中意呢就需要影相啊！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隻聖捷勝啊都好順利之下呢，咁啊頂住入邊保德，出邊仲有隻好中意啊！咁啊兩隻馬就影相爭第2。快勝喺邊度啊？而家跟住呢，就我哋贏後邊胡士一路呢好刻意，而家呢度跟住馬尾嘅噃。咁後邊啲馬呢，就見到呢一隻嘅進華咯噃，咁啊黃金歲月啲馬好後㗎啦，開心精選啲馬嚇。咁而家咧跑咗個路程之後咧，呢隻我哋贏依然緊扣韁繩彈下咁帶住㗎嚇。咁啊如果呢個時間咧開始都比下佢，反而麻麻地啊草原之星亦都係啦。咁啊呢一隻灰馬東成西就啊幾輕鬆啊！你睇下呢一隻偉達呢個時間咧輕輕喐下隻手咧，自己就有個好強嘅反應已經彈離對手啦，好快。咁啊呢一隻嘅我哋贏呢個時間依然保持走勢啦，但係冇乜加速能力。快勝啱啱咧跟人哋屁股，而家騎落去咧亦都冇反應，反而後邊一張馬衝上嚟，見到呢隻進華咯喎，咁啊好勁嘅後勁衝上嚟攞到個第2嘅，第3咧就我哋贏啊，東成西就輕鬆贏一場賽事。哇！東成西就咧好似喺度試閘咁啊，試1000米閘，試閘翻成日都跑咁嘅時間。皇家將領，我將領再後少少，跟住先見到勁好聲啊，勁好聲再之後跟住馬有寶啊，最後啲跟住就係森寶貝啊，尾位置仲有豪華本色喺晒。尾上葡福星，咁佢離頭馬約莫係10個馬位左右嘅，好啦，差唔多轉彎預備入正，直路傳翻頭依然係盟友放咗出頭，開始上嚟追佢，見到卓越之星，後面上咗嚟而家先至見到維彩百勝大牛只可衝刺，而家見到就單身格格，後面上嚟仲有勁好聲，中間仲有馬有寶啊嗰啲馬嚟嘅，前面就卓越之星啊鬥緊盟友，3排兩撥之後上咗嚟嗰隻係單身格格啊，後面上嚟仲有就係勁好聲啊嗰啲馬嚟嘅，前面盟友依然領先啊，3排兩撥之後單身格格就追緊上嚟啊，入邊嘅盟友仲未斷，中間仲有卓越之星嗰啲馬，單身格格應該可以贏冇咗單身格跑第1，跑第2名卓越之星跑第3名嘅盟友嘅。單山格格，最後就飛到馬道，最後階段得翻32蚊嘅啫。馬女輕磅嗱，前面嚟講，卓越之星入邊嗰隻就係盟友都唔斷啊！咁啊，再跟住外邊一齊上嚟，仲有黃眼罩呢隻壽比南山啊，中間就係呢個呼風喚雨啊，同埋呢就係呢個恭喜發財，埋邊呢就係暖在心頭康樂名區嗰啲穩位，入到最後直路嘅時候呢，前面透出呢見到中外檔有龍頭寶區啊，大外檔就係呢個壽比南山，中間有呼風喚雨上緊嚟，再入邊呢就係呢個華麗寶康樂名區嗰啲嘛，最後100零米康樂名區埋邊靠大步已經係攬咗出嚟㗎啦，第2名好接近，呼風喚雨同埋龍騰寶區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隻康樂名區淨係攬大步，其實出閘嗰下呢隻馬錯咗㗎啦。結果就偉達賺翻個靚位，你哋走先，佢就喺入邊上嚟贏康樂名區，呼風喚雨同埋龍騰寶區爭第2啊，魅力影子第4啊！哇，第2名好接近喎，係咯，又係好近，跌着到先。呢就美麗邂逅啊，合火紅心跟住個第5啊！內欄第6喎就1代天驕，第7位啊，咁啊就有呢隻紫雲兵啦。再後邊嘅話，內欄星耀王者出邊疑心星啊，尾3紅眼罩就超霸星，尾2走內欄快搏啊，包咗落尾係平常心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人和家興拋離咗1個身位嘅，見到中間位置有傑出漢子啊，中檔追有1代天驕攞出去外邊紫雲兵，最出係合火紅心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人和家興拋離1個身位，1代天驕上緊嚟啊，外邊仲有紫雲兵，最出合火紅心。接近終點，1代天驕贏啊！跑第2名有數有股講喎，合火紅心衝上嚟應該第2喎，紫雲兵啊中檔第3，同入邊嗰隻呢就人和家興要影相嘅。都跟翻上嚟中間嘅位置，咁啊隔離仲有威利多多啊，後啲火箭動力啊，咁啊入邊電光能源再後多少先見到點心啊，幾利威龍啊，威騰。
嗰啲馬包咗落尾牛精金星啊，跑咗一半路程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呢就係大愛蘭呢隻金德寶噶，咁啊中間位置有呢個明燈上嚟第二位啊，入邊威利多多黃眼罩呢就係呢個走勝啊，再中間位置仲有呢個開心歡笑後多少個馬匹線都樂意洋洋呢，愛蘭冇位要中檔上嚟啊，入到最後百零米啦，前面金德寶放咗出嚟越騎越有啊，接嚟咗4個馬位贏緊噶啦，連贏位爭緊好接近啊，開心歡笑鬥緊明燈，之後個終點第一名啊金德寶贏啊，第二名開心歡笑啊，第3名啊明燈，第4名呢就火箭動力喎，咁啊結果反而呢隻贏喎，54蚊啊就係呢隻金德寶贏到你冇得跑啊，直情幾個馬位啊，開心歡笑。之寶啊，李格力咧仲係喺後邊嘅位置㗎。當科玉綠啊、幸福世界同埋有飛咧就行星2世啊，黃黃地色衫啦喺尾嘅位置㗎，仲有紅心煙咧就包咗尾。依家開始咧係轉正直路㗎啦，江碧偉咧清泉福將咧就撳住咧仍然喺前邊放緊嘅，個步速咧唔係好快嘅。正月之星啦，黃黃地色衫喺個隔離啊，仲有咧定心啊、寶圖啊。幾隻馬啦開始發力㗎啦，方碧偉咧亦都開始推騎啊，仲未開邊嘅。咁呢度咧有1位半嘅優勢啊，後邊咧有幾隻馬追住，仲係正如之星啊。外檔咧有寶圖啦，外檔咧就為我微笑。呢度咧方碧偉仲係推住啫喎，隻馬咧有2個馬位嘅優勢啦。外檔嗰隻上緊嚟咧就係李格力嘅紅星之寶，結果翻嚟咧。拋嚟一個身位入嚟先啊！開心1號緊隨第2啊！咁啊第3位有馬神好運啦，等入邊呢有陽明冠雀啦，中外佢檔嘅位置有龍鳳呈祥，亦都上緊嚟，涉入邊追，仲有平山新星，外邊獵湖張姐亦都追緊啊！最出嗰邊呢仲有幸運拼圖啊，鬥到嚟最後300米到啦，透出就係呢隻馬神好運啊！咁啊見到外邊龍鳳呈祥一路上緊嚟，原欄追緊，仲有平山新星，馬林中間呢仲有呢隻開心1號同埋挺手精神入邊陽明冠雀啊！接近終點，馬神好運贏啊！跑第2名呢就外邊位置龍鳳呈祥啊，入邊呢平山新星呢都追得好近噶，中間夾住陽明冠雀嘅應該咧第4嘅機會比較高啲啊！咁啊結果呢隻馬神好運，其實佢前腳都唔係好開嘅咋，但係密腳咁樣。預備去到直路口附近嘅位置啦嚇，前面放頭依然仲係自家飛，第一隻放咗頭，希要心星拍住佢，後面列區等緊位，中間上嚟仲有電光火石，後面踩緊有隻見到係進河，後面上緊嚟仲有隻星威。往大個欄上嚟，仲有力奇之星啊！中間等一位，仲有赤道小子啦嘛。前面嚟講就依然自家飛領先啦。3排兩副之後，星威王就撲緊上嚟，外邊力奇之星逐步追進啦。進河仲有騎有啲內閃啊！前面自家飛依然領先，外邊星威王3排兩步上嚟追佢，大個欄力奇之星啊！嗰啲馬逐步追上嚟嘅。星威王就有機會成為馬女贏打比啦，冇錯啦！星威王直奔終點，贏取香港打比，跑第2名自家飛，跑第3名咧就應該上睇後上嘅華山綠定係心願啦。20幾年以來第1隻黐馬捧走打比。星威王父系係全澳紐最佳嘅父系，母系亦係全澳紐最佳嘅母系。以血統而言嚇，呢隻馬將來配種可以話價值連城，亦可以話鄧喺呢個配種界投資相當多嘅蔡惠宏醫生高興啦。星威王直奔終點，贏取香港打。